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初4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就苗连假因为方面落大雨，苗栗市区淹水，山区嘛有土石放落来，官府已经成立应变中心。美国药品关税专利药啊要扣100%，药啊恐惊是起价甚至欠配，立委是呼吁政府要发展国产的药啊。中华鹿港有货车违规架顶。红灯正越走互警察局，却弄死一个骑奥多麦的民众，确认又阁是食毒赛车。受到风面影响，中央气象署中昼11点，针对苗栗县发超大水雨特报，新竹县、台中市和彰化县发大水雨特报。西半部台南以北也要注意落大阵雨的情形。因为这落雨已经有不少所在传出灾情，新竹县是有路桥有警封路。代替来完善再去停驶，预计3点修理好势。大水袭来，新竹县北部乡南部川北分桥，初时早起7点半左右，因为溪水暴涨，有黄色封锁线，有警线封起来。另外，伫德东镇中兴路也传出路桥倒去、甲土石放落的情形。五味乡四行村后背北部乡南溪村是传出淹水情形，居民受困，好加在消防局紧急出动人车救援。7点多我看到的时候，就水位就最高的时候。7点。那这个过就没有下了，就下来了。另外，新竹市也因为中港河太湾路地下道出现严重，即淹水赶紧封起来。正常警示系统的闸门会放下来，那因为这次的警示系统闸门故障，所以呢，在维护这个警示系统闸门的保全人员当下也立即赶到现场。气象署表示，受风面影响，连假第2天全台天气无稳定。早起针对新竹苗栗等14县市发布大水雨、大雨特报。甲早起10点20分为止，各县市立即雨量排名第1是苗栗县3分，有345毫米；第2是新竹县北部乡269毫米；台中市、桃园市、新竹市也拢超过100毫米。各县市上大3点钟立即雨量排名也是苗栗县上济达到575毫米。瞬间降雨最大的地方是在这个苗栗县的造桥有275毫米，也就是说它在3小时内下了275毫米的这个雨量，已经比我们的这个大豪雨的门槛3小时200再更多一些了。气象署提醒，这摆方面是集村落雨上明显一摆，受大雨影响，代替早起紧急宣布苗栗甲德南之间暂时单线双向行车，按算下晡3点会开放。记者综合报道。也那这超大水雨特报的苗栗市已经有几多大淹水，苗栗市新东大桥的地下道是半暝就开始咧淹。经经理这地势较低所在，有这黄土水灌入人家厝，山区嘛有土石放落来，市府已经成立应变中心。因为烦恼这水泵山势引起灾情，苗栗泰安过道停班停课。造桥火车站附近路路的溪水，捌淹过桥面。另外一边大水淹过游览车的车链，也有一台修理车，有一半车身浸伫水内。清明连假第2日，苗栗县出现大水雨，真侪所在为初时早起开始传出淹水灾害。伫苗栗市新东大桥地下道，为半暝开始淹水，有2台车误入淹到车顶，好在车内的人已经率先走出来。昨天晚上就到那边了，你们看那个泥土。苗栗市田寮镇的水平已经比大路也较悬。另外，伫苗栗市江景里地势较低地区有民家予大量土沙水冲入，家区全拢浸伫水内。苗栗市长透早去勘灾，各将受灾户先安置伫饭店。我们有一些社工会去来做一些后续的协助。那我们等天气好的时候，我们一些相关的这个政府的资源会进来协助。位伫后龙镇的高铁苗栗站4号位，也是淹水重灾区，包括客家院楼的规个范围内的道路停车场全拢浸伫水内。等大水退去了后，流落来都是高高的一沿落瓜梅，车拢爱是路行，要毋过有固定路线公车都封卡掉的，我都真紧。到这边来喽，哇！后龙镇的灾害也毋那一个，一间汽车修理保养厂水捌淹到50公分，厂内的汽车甲保养机库拢浸着水，情况惨重。整晚都下。因为是那闸道没开呀，搞到这样子呀。
苗栗山区也有土石崩落情形，包括苗栗21线、124线、124一线，拢有几下条道路中断。苗栗县府目前已经开设二级水灾灾害应变中心，甲各公所同步启动应变机制，搁调派抽水机赶去各淹水地区抢救。记者综合报道。中华鹿港昨早起是有一台货车违规红灯正越，拄好去后座顺路的警察撞到。这台货车说是油门催泪要逃走，转去弄到一个骑奥多拜的民众，害人重伤死亡。警方事后是已经抓到这个货车司机，又搁是一个食毒赛车的，已经该移送法办。民众骑机车伫路的，无张伫后壁一台货车驶真凶直接冲过来，弄到这位骑机车的民众，造成机车驾驶重伤死亡。这件事故就发生伫拜五顶埔中华鹿港的早市附近，当时民众听到车祸的声音，拢惊一大跳。要11点落来嘛，要11点，啊，弄一个这大车的。系啦，迄有真大声，全家拢是遐散去啊。警方表示，当时巡逻车伫路的发现一台货车违规红灯正越，警察拍开警示声，要求停车。想不到这位姓陈55年厝的货车驾驶竟然加速逃走，弄到这位骑机车的民众了后，搁肇事逃逸。警察第一时间先落车处理车祸，而且联络派员追查逃逸的货车。家属表示，时代只是出门款拜拜要用的物件，结果人都无去啊，实在无法度接受。让他开车开得太快了，连想跑的机会都跑不掉哈。我们也不希望这样的事发生，可是当我们自己发生在自己身上，谁能够接受？员警到查现场后，立时通知救护车到场将伤患送医，并同步派员查缉肇事车辆到案。为伤者送医后仍不治死亡，本分局立即报请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表示，这位姓陈的嫌犯车祸肇事逃逸了后，搁秘伫鹿港的民体附近闪警察，警察掌握车牌顺线追踪，经过5点钟抓到人，发现姓陈的嫌犯有毒品反应，专案依照公共危险、肇事逃逸、过失致死等罪嫌移送法办。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美国公布药仔的关系，这专利药仔是要扣100%，而且要求这药厂就要甲生产线刷转去美国。咱台湾冇扣到这条线，药界是认为讲，大概搁过半年，药仔计销就起一波，甚至有可能会欠货。立委就呼吁政府除了爱继续甲美国争取优惠，也爱发展国产的药仔，甲这供应、研发甲生产拢靠咱家己。美国总统川普伫美当时间初二签署行政命令，将对进口专利药品扣100%关税，佮要求药厂将生产线送到美国。台湾无伫合并国名单内底，药界烦恼药商因为伫美国设厂成本增加，提悬药价补回利润。有过半年左右，台湾在内癌药和药拢受影响。尤其是比较新的药都在专利期内，重症的病人的一个用药权益其实会影响蛮大的。快的话其实可能就是4到5个月，那慢的话有可能就是说等于8到10个月以后看他们每一家药厂他们的库存。根据咱2004年药品出口统计，台湾出口到美国专利药规模差不多新台币13.2亿，占整体外销产值13.5%。行政表示已经规划设厂，也强调罕见疾病用药甲疫苗部分，初步分析无国产药外销美国，整体评估对咱药品产业影响在可控范围。因为台湾有75%的药品品项是输入的，比较要关注的是这些输入的药品当中，大概有200项以上是属于专利期的药品，那另外大概有70-80项以上到上百项左右是属于必要药品，仰赖美国或其他的国家来供应的话，这就会出的问题。是我相信政府也不会把短期可控当成长期无虞啦，应该要盘点我们的药的清单，然后备药呢要及时掌握。这次的情势也再次凸显我们赖总统推动的国家药物韧性整备计划的重要性。民进党立委林慧卿强调支持国产药物发展，欢迎政府对其文明成果病人登记案关键药品供应能力、研发量能甲在地生产，偷偷建立伫台湾家己手头。记者综合报道。中东战争粮食的继续咧起，根据联合国的数据，3月是比2月搁起2.5%。有学者就表示讲，若是战争拖超过40天，恐惊会起搁较凶，就药的继续也会搁较惊人。
加油站内底机车、汽车排架长路路，并将古早塑胶管啊、大大细细桶啊赶进来加油。都惊油价阁称悬，巴基斯坦一个月内油价连两起，而且幅度惊人。柴油起超过5成，汽油4成多。中东战争对生活艰难巴基斯坦人来讲是无比艰难过。अभी इन्होंने 137 रुपये बढ़ा दिया है, तो ये तो मैं कहता हूँ कि बिल्कुल नाजायज़ है और गरीब आवाम के लिए तो बिल्कुल ही कुछ अलग ही उनके लिए नुकसान है।受中创也有非洲苏丹，中东冲突也予航运大乱，人道救援物资供应困难，有老无厝的人排队领食物，医疗进口成本升到110%，医疗用品、营养补给品这库存，真可能伫2到4礼拜就用了了。Increased pressure already on limited of the current inventory in Sudan and the warehouses we have. Risk of service interruption, we're facing that now. 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拜五发布上新的报告指出，中东冲突情况推悬能源计数，国际粮食计数指数连2个月起计，3月比1月起2.4%，升即马起的幅度无悬，不过若战争超过40天，未来更较大的冲击就会出现。That is when they have to make these hard choices that could affect food availability, food inflation, and of course impact the most vulnerable people that import food from the world. 一场战争影响全球百工百业，第越南柴油计数起5成，汽油起2成多，外送员利润严重减少，叫苦连天。越南政府指示上大炼油厂优先生产燃油稳定油价。在泰国，燃油、塑胶拢起价，小食摊起价，所面临生理变歹，百姓生活开销提悬，也是真艰苦。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看，美军是头一届证实，因有一架 F-15E 战机伫咧伊朗的领空轰趴落来。伊朗的政府是随开赏金，要鼓励民众掠美军的飞行员。战争开销上重，美国总统 Trump 就讲明的，要优先把钱开伫咧军事，美军是会继续绑到荷姆兹海峡完全通顺为止。甚至伊阁指示相关单位停止拨钱予托儿服务，讲这个囡仔是州政府家己爱负责的。伊朗官方媒体发布的几啊张战机残骸相片，会当看到明显的红条纹机尾饰，就点甲美军 F-15E 战机高度配合，革命会对讲因的防空系统伫伊朗中部领空成功拍落一架美国敌对战机，等于是向美国总统川普的面进前讲已经摧毁伊朗防空系统讲法。به دنبال ادعاهای دروغین رئیس جمهور آمریکا مبنی بر نابودی کامل پدافند هوایی ایران یک فروند جنگنده متخاصم آمریکا در آسمان مرکزی ایران توسط سامانه نوین پدافند پیشرفته هوافضای سپاه。根据美国官员透露，失事战机是上座 F-15E。美军甲以色列地中部队实施展开联合救援，目前已经成功救出1名飞行员，不过有1人失联。中南方面也救援对空战机，透过国家广播电视台向全国发布赏金76000美金，大约代表243万活掠美军飞行员。دستگیر و زنده تحویل نیروهای انتظامی و نظامی دهید مژدگانی و پاداشی ارزشمند دریافت می‌کنید. 除了 F-15E 战机，也有一架 A-10攻击机也伫波斯湾坠毁。虽然飞行员幸运获救，不过美军连续2架战机已经予国内压力升悬。川普伫北京的一场会议中明确表示，联邦政府即马主要的任务是军事行动，伊甚至指示有选管理局停止拨款支持托儿服务，因为这应该是各州政府家己负担的责任。央视新闻陈慧婷、蒋建光编译。联合国安理会本地是初3要表决巴林的提议，授权使用必要的防具手段，保护各国的商船安全通过荷姆兹海峡。不过，煞是因为拄到假日延到后礼拜。顶日啊，这伊朗是捌讲，除了美国甲以色列的船，其他国家的船拢会当经过荷姆兹海峡。4月2到今，已经有5只船平安通过。拄着联合国的假日，耶稣受难日，联合国安理会原本要伫初3表决巴林的决议草案，将授权使用必要性的防御手段保护荷姆兹海峡的航运。不过这项投票只好延到下礼拜，不过具体日期还未公布。نحن واثقون من أن مشروع القرار ينسجم مع القانون الدولي ومع أحكام اتفاقية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لقانون البحار التي نظمت حق السفن في المرور العابر في المضائق
الذي لا يجوز أن يعاق كما تفعل إيران اليوم، ونتطلع إلى موقف موحد من مجلسكم الموقر خلال جلسة التصويت على مشروع القرار غدا بإذن الله。为争取10个理事国支持这项草案修改真济摆，不过平衡引用联合国宪章内底允准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以维护和平的原则。不过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补充发言表示，若授权武力恐惊和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中东历史反复告诉世人，武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政治解决才是唯一出路。阿拉伯国家在处理中东问题上拥有地域、历史、宗教等独特优势，拥有从悠久文明中继承的和平智慧。国际社会应支持阿盟和阿拉伯国家积极开展预防冲突、斡旋调解。据海运的数据来看，4月7日到即马已经有3只阿曼的油轮、1只法国的货柜轮，加1只日本的天然气船顺利通过荷姆兹海峡。为缓解因为美国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开战造成的能源危机，意大利总理梅诺尼无赴京访问中东，要甲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甲卡塔等领导阶层见面，因为这国家供应意大利15%的石油。另外，意大利媒体报道，梅诺尼这摆访问不是求欢，是要下还受伊朗攻击的海军友伴。公司新闻新竹报朋友。转来看国内，立法院后礼拜是要审18岁公民权修法，支持少年世代参与政治。若是这个会期会当三读通过，甲这投票的年岁对20岁降到18岁，大概就会增加20万人年底大选有机会投票。立法院去年通过青年基本法，将18岁公民权修法。今年要到下月大选，18岁青年是不是应参加投票备受关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特别拜拜新18岁公民权的相关修法，针对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调查各自提出修法版本，要将10岁投票限制下修到18岁。本次安排选罢法的询答，是因为年底就要选举了，我们要尽快的把选制确定下来，避免在选前有任何异动，造成选举上的任何不公平。我支持18岁公民权，赋予年轻人更多公民权利。现在若可以透过立法提前完成，我会全力支持，但需注意程序的完备，避免衍生更多违宪的争议。部分调查拢强调支持扩大青年世代政治参与。那这个会期三读通过，有希望适用年底大选，会催生出将近10万小投作。青年团体表达支持，不过调查拍算透过修法，设过修宪倾向违宪记录。内政部议员在内部讨论。到时候会交由更专业的法律学者去做进一步的解释。当然，我们乐见就是在青年基本法通过之后，可以更全面的保障青年的这个生活，包含了选举也是他们生活的重要一环。另外，立法院顶个月通过中山会主会被提名人游行量等4人人数案，不过行政也未发文证明，中山会迟迟无法度开会。立法院跟行政院种种所有应该合作的，也都应该在这个大目标之下，只要两院合作，儿童跟国人都会快乐。行政院回应无法度接受南北封杀3个被提名人，会看立法院的成绩来配合。记者综合报道。这回连假高雄恐龙科乐园，全高雄是有真侪所在展示大型的恐龙，都请真侪大人囡仔去看。不过，煞嘛有人安尼伸手乌白网，甚至是爬起来徛，造成恐龙受损。另外，昨下晡高雄的孔氏枕头，有这病仔去互风架起来喊着人，加在伤势无介严重。徛伫恐龙边仔，民众去拍恐龙，也有家长抱囡仔挖进去摸，也有人掠恐龙的尾溜一直害。另外一边恐龙也有民众乱摸，电视片的身体甚至也出现bị损。这寡无站在的行为，互工作人员真无用，因为真侪现场早都采广告，请民众唔通乱摸。是大众大家来看的，所以说如果摸坏，大家可能就没办法参观这样。就是大家可能保持一点距离，然后拍照啊，这样就好了。大人嘛，一个机会啊，囡仔大人啊。小可讲要带孙仔来，结果家己嘛真爱看啊。初时早起去现场，也是有民众伸手去摸，只是较大型的灯具已经围起来，避免民众伤挖紧。那我们这边也呼吁各位热心的朋友们，我们就是来拍照、排队拍照。那我们现场呢，加派工作人员呢，一起来维持秩序，让大家有更好的游玩的体验。
市府表示，已经加派工作人员维护特殊，只是开幕头一日发生活动体验区的布棚和风吹倒，也逮着民众。工作人员虽为其里呼气和风吹倒的布棚，其他工作人员也为着手骨受伤的查甫囡仔处理伤势。气象署青山下昼针对高雄发布强风特报，亲像风势伤大，和布棚倒去，造成2个学童加1个大人去扫掉。我们就保护完以后，小朋友还是有被他擦伤。啊，这个帐篷原本是什么游戏的？室内游戏。市府文化局表示，主办单位已经事先加重布棚的沙包，也是因为一个风势造成布棚掀起来，现场已经即时予因简单的医疗处理，目前拢无大碍。记者综合报道。咱边仔画面当中看到的是一款号做迷鸟彩旋的珍贵彩色独角，顶一日是捌出现伫咧宜兰，城真侪人去翕相，即阵阁有11只出现伫咧桃园大园的农地。不过，就提醒讲，有兴趣要去看、要去翕相的观众朋友，就要守规矩，莫去打扰农民辛苦的生活，嘛莫黑白停车，就要尊重当地居民的生活。伫日头骹有金属色水的鸟仔毛，有长个弯的尖喙，爱伫浅水中来找食，这是迷鸟彩旋。过去较定伫中南部有当时会出现，那出现伫北部是较罕见，即摆出现伫桃园大园农地。也一摆出现11只，和鸟仔界真轰动。怎么会这么多人跑来拍啊？因为这很少见，这个以前叫做迷鸟，就是迷途的鸟，它迁徙的时候偏了，所以才会跑到台湾来。它的羽毛阳光下会有金属光泽。这个出现在桃园这里是难得。好几年来这么多是第一次，像南部也都2只3只嘛，那今年就突然就10几只这样子，大家都觉得很惊喜。彩旋的各种姿态吸引翕鸟仔人的镜头，产品小小的道路，毋但吸引欣赏鸟仔人，也停满车，也有一寡翕鸟仔人，拢伫私有农地去踏着人的农作物，造成当地居民的困扰甲不满。田埂、菜园尽量不要跟人家踏到，还有那个路边停车的时候要注意到路口，不要挡到人家的转弯处。桃园市野鸟协会呼吁去翕相的鸟友，毋通黑白去踏人的菜花甲菜园，参黑白停车，也提醒鸟友甲野鸟保持适当的距离，以欣赏代替干扰，互远远来到遮的野生动物会当好好休困，养足精神，继续因跨过海洋的长途旅行。记者综合报道。人济乱象就济，真侪出名的观光景点拢受到伤害，上界明显的就是粪扫满满是。过去真侪人是会去巴厘岛度假放松，不过即阵煞是规个海景啊拢是粪扫，毋但是去影响到观光，连渔船啊都无法度出港。海报顶面四个拢是塑胶袋啊，揽这树枝、树叶啊。这是巴厘岛的启动嘉南海报，各个游客拢是慕名来要享受当地的日头，也个海水。不过即阵沙坡顶面敢若看到四个拢是的粪扫山，互观光客看到地时印象真歹。It's very unfortunate that I suppose it's the tides are bringing in. Yeah, it's going to kill the tourism. Well, it's definitely not going to help it. 这个粪扫真侪是互海洋带来，也若巴厘岛即阵的洋流甲季风方向，真简单就海中的废弃物冲上海花，所以讲即座粪扫山总是伫每年相款的时间来出现。除这以外，巴厘岛渔业也受到冲击，真侪渔港互粪扫塌掉咧，船只连要开出码头拢真困难，有渔民打水桶对结做规园的粪扫内底行出去。Ya sangat mengganggu kalau beraktivitas kerja. Kalau mau melaut harus bersihin dulu, baru bisa turun. 山内水质真落，也可能影响生态，山内减少渔民的收入。因为官方虽然已经讲要处理海洋废弃物，并且定期派人来清理，不过清理的速度完全袂符合海洋每工所带来这粪扫的速度。联合国估计每年拢有2000万吨左右粪扫进入全球的水域生态系统内底。因为这个粪扫随洋流一直刷顶动，部分海域甚至被叫做是粪扫壳汤。因为伫巴厘岛，无论是对于观光客也是本地人来讲，粪扫拢已经造成真大的困扰咯。公视新闻由派准编译。天气报你知，做伙来看卖。北部地区21度到23度，中部地区22度到24度，南部地区23度到28度。
东部地区23度到31度，外岛地区17度到26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下晡3点再相会。Thank you.